我研發嘅 Apex 智能管理系統，利用人工智能將資訊集中同即時化。咁呢個就係我哋 AIMS 智慧管理系統嘅 layout 啦。咁其實佢有唔同嘅 module 啦，包括係 logbook、inventory、analysis、procurement 同 bench 等等咧，包括晒我哋成個化驗室嘅運作啦。咁而家同事咧就可以直接喺個 system 度 create logbook 啦。係啦，咁IC 同埋醫生咧，亦都可以喺入邊做 sign out 嘅。咁為咗更加方便同事去使用咧，我哋建立咗一個 AI assistant 嘅功能啦。咁入邊咧就係一個 AI chatbot 啦。例如，即係 one click 咧就會知道，例如有冇 logbook 未簽啊，或者有冇啲貨需要訂啊咁樣嘅。仲有啲 AI 功能，例如係translation 啦、image to text 等等，去方便同事使用。呢個 system 咧就幫咗我哋嘅實驗室優化我哋嗰啲程序，簡化咗之後咧，更加多時間咧俾化驗師咧去進行一啲直接嘅化驗工作啦。咁從而咧令到嗰個報告咧更加快，咁啊令到醫生咧有一啲最重要嘅資訊咧去幫助病人咧得到早啲嘅治療。